现代人工作形态多元，而且无闲，需要坐较久，也就是轮椅板凳因素，互身体状况进入一个恶性循环，可能造成男性睾固酮低下症候群的发生，久来出现脾气歹、困眠障碍、频尿、紧尿、尿袂清气等状况。对此，吉必病医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谢坤林就提醒，如果是以下3种工作形态者，拢要特别注意。可能长期憋尿，或者是少喝水，尤其是像一些无尘室或一些工作人员的话，或者是一些像司机大哥他们的话，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排尿的一些障碍，那他会反复的一个尿不干净，或者是会有急尿、频尿的这些问题，所以这是工作可能会引起的第一个排尿的一个情况。那第二个的话，就是所谓慢性攝護腺发炎，那这部分目前的一些研究跟一个就是一个工人或者是一些工作伙伴，他如果他是长期需要久坐的一个情况，那他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扰。那有些人他是因为工作压力大，甚至从老板到比较基层的一些员工，如果他工作压力大，或者是他像需要赶一些稿件的话，他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扰。只要精神压力一来，他可能就会有这个发作的情况。那发作起来，他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排尿，影响到他的下腹部疼痛，影响到他会阴疼痛。甚至影响到一些这个性功能障碍这一部分的一个情况，这是慢性攝護腺发炎。那第三个工作有可能会影响的一个情况，包括就是说，有些人他需要轮班或长期夜班的一个工作，或者是他本身睡眠状况非常的不好，那这个部分可能会造成他有一些睾固酮低下而造成的一些症状。那这些症状包括可能他的情绪会比较不稳啊，可能他的活力跟他的肌耐力，他的工作表现都会下降。那有些人也会有影响到所谓的一个性功能障碍。谢医师另外指出，男性朋友需要意识到家己工作形态以及背后可能会造成的健康危害，因此要随时注意到工课上敢有这类的危险因子，适时寻求泌尿科做相关的检查以及治疗，尽可能改变无好的生活以及工课习惯，莫因为护食而延误了治疗的时机。台联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